上新的消息，咱要来关心的，就是今年第18号风台山陀儿，伊即马强度是愈来愈强，有计伫今仔日过昼了后，就会变作是中度的风台。气象署伫头大8点半的时阵，来针对巴士海峡发布海上风台警报。根据这个预测，伫拜2、拜3的时阵，就会是影响台湾上界明显的时阵。咱来听下气象署上新的讲法。各位朋友，大家早安。气象局发布今年西北太平洋上第18号台风山陀儿的海上台风警报。山陀儿台风在昨天早上8点形成以后，缓慢地向西南方向移动，之后再缓慢向偏西的方向移动。到今天早上8点，已经来到鹅銮鼻东南方大约510公里的海面上。预估未来它会朝西北西转西北的方向移动，速度并不快啊，这样子方向移动。但因为这样子移动速度及方向，我们也预估明天早上8点左右，暴风圈会影响到巴士海峡，所以我们现在针对巴士海峡发布海上台风警报。它在今天逐渐接近以后，明天它的环流，我们看到明天早上8点它的中心，以及未来在星期2和星期3它的移动方向速度，这是目前我们所重整评估出来最可能走的路径。那当然就是要提醒大家，台风其实它未来的整个结构大气变化会影响到它的移动方向速度，还有多靠近我们这部分，我们会持续的观察。那这样的情况看起来，明天接近星期2、星期3就是最明显影响我们的时候喽。今天清晨到现在为止，兰屿已经有11级的强阵风。在沿海，台中、彰化、云林的沿海也有9级的强阵风。我们预估今天在桃园以北地区、东半部地区、恒春半岛会下雨，其中我们有发布的大雨特报哦。大台北、基隆北海岸地区、东半部地区以及绿岛、兰屿将会出现大雨的情况。而东半部的降雨，像东南部和东部地区，它比较明显的降雨会在今天晚上以后出现。好，这是